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9月18号。这一期咱们讲两个故事，一个是上海学生餐，一个是山东的一位农妇，也比较有意思啊。我们一一道来啊。这个潇湘晨报报道说9月15号有学生家长反映，当天中午的学生餐里一道虾仁炒蛋被临时撤掉。学生说这道菜有臭味，学校补发了饼干、面包作为替代。根据这个新民晚报消息说记者向上海多所学校求证，学校老师表示确有此事。据了解，该套餐由上海绿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供。闵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关注到此事，将积极开展调查。9月17号潇湘晨报记者联系到上海市闵行区某小学家长邵女士，其讲述了自己读1年级的女儿在学校就餐吃到恶心想吐的经历。邵女士还将女儿这段经历发表了到了腾讯新闻热问。这个邵女士告诉记者，9月15号上海发生虾仁炒蛋事件后，她就感到非常的揪心，因为自己的女儿在学校吃的饭菜是由同一个供应商提供，她担心女儿在用餐过程中是否会遇到同样的问题。9月16日，还在学校的女儿联系到邵女士，跟她提了一件事，称自己当天在学校吃了饭之后感觉不舒服，我吃到的菜有臭味，我都吃到呕吐了。女儿的话引起了邵女士的警惕，这个邵女士给家里老人打了电话，让他们把女儿接回了家。到了晚上，这个邵女士回家之后，就向女儿详细的问起这学校吃饭的情况。这个邵女士问女儿为什么会呕吐，女儿就说那些菜看着就特别恶心，很难吃，说其中有一个菜非常咸，还有一个萝卜汤闻起来就奇怪的臭味，闻到就想吐。就是这个邵女士女儿已经回到家了提起这个事情还反胃，女儿还建议她不要再提了，也就是一想到这个就反胃可见这个菜恐怕不是一般的问题通过家长群的聊天，邵女士还获知了另外一条消息。9月15日，学校将配餐里的一个菜换成了小面包，家长拍到照片显示，这个小面包配料表非常复杂，其中包含了大量的添加剂，里面有精炼植物油、白砂糖、各种香精，感觉就很不干净。至于将原有的菜品替换为小面包是否与虾仁炒蛋停止供应事件有关，邵女士表示自己不清楚。另外一名学生家长表示，孩子反映了学校配餐没有营养、不好吃的问题，配餐中有很多的油炸食品，还有一些速冻的鸡鸭肉。我们做家长的只希望孩子在学校能吃上一顿安心、健康、温暖的午餐，不要再拿不新鲜、不健康的东西糊弄我们的孩子。这个邵女士告诉记者她女儿所在的学校配餐也是由绿捷公司提供，本学期学校还没有收取餐费。据高年级学生家长介绍，按往年惯例，餐费可能在每餐15元或18元。邵女士希望在绿捷公司配餐爆出丑闻的情况下，希望监管部门能够严肃调查，如果绿捷公司配餐有问题，能够替换供应商。有家长说即便是不能替换，也要允许孩子们自己带饭菜，不能强迫孩子们吃自己不喜欢的饭菜。至于签免责协议之类，那是后面的事，我们可以再协商。根据东方网纵向新闻9月16日消息，针对学校午餐中的虾仁炒蛋被紧急停止供应事件，记者从提供该套餐的上海绿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获悉，有学校反映虾仁里有细沙，不是所有批次都存在问题，不存在别的食品安全问题，因为我们也留样了。这个给上海这些学校提供午餐的上海绿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什么来历呢？公开资料显示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9月9日，前身是1999年创立的上海绿捷快餐有限公司，现为上海市规模最大的学生营养餐供应企业之一。该公司2024年获评农业产业化上海市重点龙头企业、中国团餐百强企业等资质。目前该公司业务覆
覆盖全市16个区500多所中小学、幼儿园。截至2024年，日供餐量50万份。今年8月以来，绿捷中标了上海20余所中小学、职业技术学校的供餐服务或食堂餐饮服务项目。从近期社交媒体舆论来看，公众对绿捷公司校园配餐质量不满由来已久，部分家长向主管部门投诉，要求更换配餐公司，但绿捷最终仍能在项目竞标中屡屡中标。这一现实既令家长感到无奈，更引发公众对绿捷存在强大背景的猜测。那肯定大家会觉得这公司神通广大呀，这么多投诉他还能中标。说天眼查显示该公司的董事长陶寻曾担任新希望六合股份有限公司的总裁董事，也就是说这个穿透下去这个绿捷公司是新希望集团。当然了，它这个股权结构非常复杂但是你穿透下去之后，新希望集团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永好。有上海家长认为若想改善校园配餐质量，关键在于引入竞争，不能一家独大。有的家长甚至呼吁近日陷入预制菜风波的西贝参与到校园配餐项目竞标当中。也就是说这个上海的家长甚至认为，即便是西贝都比那个绿捷要好宁愿让西贝来替代绿捷。也可见这个上海的学生上海家长苦绿捷9亿值得注意的是，天眼查显示，绿捷公司劳动诉讼频发，2020年以来涉及劳动者受害纠纷责任、劳动合同纠纷等相关案件45件，或反映其在用工合规性、安全管理与员工权益保障方面存在问题。这个校园餐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年年都有。但是在国际大都市上海，对吧？这个在全世界都能叫引以为傲的上海发生这样的事情，还是让人匪夷所思但是话也说回了这个3年的口罩期间上海的表现已经让全国看出来了，上海不过如此，对吧？3年的口罩让上海人的那个傲娇骄傲已经被各种老母猪肉、各种僵尸肉、各种骚操作已经毁得体无完肤。说到这儿，我也想起了前2天有个上海的网友翻墙翻到馆子上去了，说我什么乡下人再努力考到北京去了，那还是乡下人。我也不知道他那个骄傲从哪儿来的。你看这不开始吃屎了，他有脾气吗？对吧？有人喂他吃屎，他被老老实忍着吗？这个3年口罩期间老母猪肉、僵尸肉没少吃。现在对吧？这些学生吃这个什么有沙子的虾仁、臭了的这个虾仁，不也老老实实忍着吗？难道比乡下人就能忍得厉害一点吗？忍耐更强是吗？这个学生餐的问题发生在哪儿？大家恐怕都不以为然，但唯独在上海，因为上海你代表的是这个中国最发达的地方，对吧？你上海人动不动还骄傲，看哪儿都是乡下，那你的孩子不也吃这些发臭的午餐，对吧？这些家长再厉害，你不是龙也得盘着，是虎也得卧着。这个校园午餐也就是学生餐到底怎么解决？这个是关于学生的食品安全，其实这个有关部门也想出了很多办法，都没能根治。总体上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吧？这总体上就是有人必须要从中赚钱，而且还要赚很多钱。每一个人把校园餐都当做唐僧肉，都要刮一把都要薅一把。那这里面问题就来了，对吧？前2天我看是媒体报道是什么地方？有个地方哪个学校就是他要求学生必须用学校的那个餐盘，那个学校餐盘估计就得交钱嘛，要么就交押金。结果有的学生他就用自己带的碗吃饭，那学校就不给他打饭，结果那孩子连着饿了好几天。这个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有媒体报道，我但是还没聊这个事情。这也是午餐。然后有的家长就说了，对吧？那我对学校的这个提供的午餐不放心，对吧？我让孩子自己我做好了让他带到学校吃，或者我中午我去送给他吃。为什么呢？因为有的学校就因为中午那个时间短，如果孩子来回跑对吧？再加上吃饭磨叽那个这时间比较赶如果孩子在学校吃呢，他中午还可能休息一会儿那有的家长呢就愿意把饭做好了送过去，学校不允许的你可以送饭，那但是你不能在学校吃，你得出去在学校外面吃。为什么呢？就是你送的饭到时候孩子吃出问题了，学校不负责任要么你就在操场上吃，不准到教室。你说学校它有没有道理呢？也有道理是吧？因为学校它要为别的孩子负责任。你这个家长如果送了菜进来了，送了饭，万一这个不安全，然后就你的孩子给别的孩子吃了，别的孩子出了问题，人家都找学校所以说学校它也有理由，所以把这个事情搞得就复杂，很难办，对吧？你不用学校的餐盘，你自己的餐盘不准在学校打饭吃，万一吃出问题了，万一你的餐盘不合格，对吧？这个学校担不起责任。就是一个学生餐都搞不定，对吧？基本上每年
年都有关于薛顺参的这种热点新闻，都引发舆论关注。这是为什么呢？我看有网友出招啊，说这个薛顺参也好解决，就让这个政府的食堂，对吧，来承包学生餐，也就是给政府的领导，对吧，公务员吃什么，你就给学生吃什么，做什么菜就完了，对吧？这个政府食堂你多做一点，这也是个办法。实际上很多学校啊，都是班主任、校长还有这个老师是跟学生一起吃，就是学生吃什么他也吃什么。但即便这样啊，但是很多问题都解决不了，照样对吧？那个菜有臭味，用那些这个临期食品，用那些发臭的猪肉，这个媒体报道特别多。网友希望啊，由政府的食堂来解决学生的午餐，它是本质是什么呢？本质就是说让学生啊也能享受特供，因为政府食堂那不就是特供吗？或者类似于特供啊，让学生啊跟地方政府的公务员领导一个锅里吃饭，才能保证这个食品安全。说实话啊，这些都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只要有人想从里面赚钱，对吧？他依然会给领导啊开小灶，剩下的他依然给你分这个3、6、9等出来。这也是为什么啊这个山姆啊还有开市客，对吧，在中国越来越火的原因。有人说了，山姆就是韭菜牛马的特务，这话不假啊。我现在所有吃的喝的，只要山姆上有的，就是能从山姆上买到的，我都从山姆上买。谁也不能保证啊山姆上卖的东西绝对没有问题，但是啊这山姆上卖的东西一旦有了问题，我们可以让他赔。我们相信山姆，我们让山姆啊替我们把这道关，对吧？山姆出了问题，那就山姆来赔。说到学生餐呢，咱们不得不想起啊这个2、3个月之前吧，甘肃天水那个幼儿园血铅，对吧，铅中毒事件惩罚太轻，所以说这个校园餐的问题啊短时间内很难解决。这里面又涉及到这个中餐标准化的问题，中餐工业化的问题，标准化工业化实际上就是又涉及到预制菜。如果中餐啊不能标准化，不能工业化，对吧，仍然是一个锅一个锅慢慢炒，一个师傅一个样，对吧，一个师傅一个味道，那这个所谓的食品安全，所谓的这个学生餐安全都解决不了。第二个，我们讲这个山东的农妇啊，讲这个故事，这个是凤凰网报道的啊，是说山东的这个有个农妇啊，叫杨宝花，55岁啊，她老公啊叫王永来。2年前啊，王永来啊跟同村的村民叫孙运婶啊，孙运婶啊发生矛盾了，然后这个孙运婶啊就用那个铁锤啊把那个王永来打伤了。经过鉴定啊，王永来是叫轻伤2级，大家脑补一下啊，这个轻伤2级可不是咱们脑子中想象的这轻伤啊，就像那个星巴克的中杯大杯一样的啊，你脑子好好转一下，这个轻伤2级恐怕如果我们看到画面的话，那恐怕挺重的。然后这个孙运婶啊就被当地的公安局啊给他逮捕了，然后当地法院啊判决这个孙运婶呢拘役3个月，赔偿受害者王永来各项损失啊，所有的损失加在一起25390块钱。然后这个杨宝花呀，她就觉得老公啊被打得这么惨，结果就赔25390块钱，完了这个凶手啊还是拘役3个月，所以他就认为这个太轻了啊，他就跑到这个法院呢要个说法。于是啊2025年6月份，这个杨宝花来到了这个当时的这个判决的这个法院，叫临沂经开区法院执行大厅，找到那个承办的法官于某某，然后他就说啊，为什么判这么轻？如果是你的丈夫被别人打成这样，你会这样判吗？杨宝花说啊，看着那个于法官呢是个女性啊，这个画面大家脑补一下，这个杨宝花估计是气势汹汹啊，农妇嘛，现场肯定也不太美妙啊。这个杨宝花估计在那大喊大叫，拍大腿拍胸跺脚，气急败坏之下，这个杨宝花说啊，谁这么判决谁就没有良心。结果啊，这个由于杨宝花是大闹法场，这个法警啊他在执行大厅嘛表达不满，对吧？那法警来就把他带走了。当天临沂经开区法院就对杨宝花做出罚款决定书和拘留决定书。这个杨宝花为他的这个冲动啊付出了代价。这个罚款决定书和拘留决定书显示，本院在审理被告人孙运婶故意伤害罪一案中，杨宝花对工作人员进行侮辱谩骂，态度十分恶劣，其行为已严重妨碍人民法院正常的刑事诉讼活动。最终临沂经开区法院决定对杨宝花罚款10万元，同时对其拘留15天。2025年6月18日18时许，杨宝花女儿向临沂经开区法院分2次共转账10万元。次日，杨宝花结束拘留。讲这个故事什么意思呢？这个杨宝花就嫌法院把她丈夫那个案子判得太轻，赔得太少，然后跑到法院去一闹，结果
呢，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仅没闹出个名堂，自己还被罚10万，完了还喜提啊这个15天的拘留。然后这个故事啊，这怎么看好像怎么不大对劲是吧？所以从哪儿感觉这个有点不妙。你想啊，就是杨宝花的她丈夫啊王永来，哎，被人打成轻伤2级啊，拿铁锤啊锤着脑袋，轻伤2级，那肯定是头破血流啊。大家记得吗？我记得那个唐山那个打人案里面，对吧？那几个男的打那3个女的，打得那么惨，好像也是轻伤，大家还有印象吗？也就是这个啊，杨宝花的老公啊，王永来肯定是被那个孙润成打得比较惨，打得这么惨，也在赔2万5，合着这个杨宝花在那个执行庭，哎，就是无非就是大嗓门在那喊了几嗓子，上蹿下跳，对吧？有没有损坏财物？有没有什么？他顶多是扰乱了这个秩序，他也没有给谁造成任何伤害。哎，他居然罚10万，这个就匪夷所思啊，就不太好理解了。哦，那大家想到了，原来你闹的不是地方，那是衙门，对吧？你在官府闹，那这个性质啊，远远比你把一个草民韭菜打成什么轻伤还要严重，对吧？比那人身伤害还要严重，因为你在这个这么威严的地方，对吧？你在那儿大声喧哗，这个危害更大，对吧？你跟法官大嗓门子说话，对吧？你说法官没有良心，你骂法官，这个比你打一个韭菜要严重的多，那严重还严重4倍，这比你拿锤子锤一个人的脑袋，对吧？锤个韭菜的脑袋要严重的多啊！也怪不得这么多人要去考公务员，对吧？要去当官啊！你辱骂一个当官的，对吧？比你拿锤子锤一个韭菜一个牛马要严重4倍。哎，那个才赔2万5吗？你这个罚款10万，对吧？那个凶手啊，喜提拘役3个月，你这个是喜提15天的这个拘留，就怪不得山东人爱做官。你看当官就这个优点出来了吧？山东人爱进体制啊，对吧？这个就表现得淋漓尽致啊！记住了啊，这个杨宝花他不是大闹法庭啊，不是说在审判过程中，对吧？法官小锤子一敲，他不是在法庭上，他是这个案子判完了之后，他找到那个执行庭的，相当于找到法官办公室，对吧？也跟人理论。你大闹法庭又不一样，因为法庭有法庭的秩序啊。所以说啊，权力就是这么任性，对牛马，对吧？马上就显现出来碾压式的惩戒，对吧？牛马的命不是命啊，对吧？牛马脑袋被锤破了就值2万5，但是当官的说了2句，对吧？这个辱骂，那就得罚10万，等级森严，对吧？我想到这个《红楼梦》里面啊，民告官，不管你告的赢还告的输，先打一顿再说啊。下告上，那也不管你告的对还是错，先打一顿。咱们对吧？也回到了200多年前，不是一个意思，对吧？在权力面前，你上海城里人又能怎么样呢？不该跪着还得跪着吗？那现在就看啊，山东省高院或者是啊临沂那个中院有没有勇气啊纠正这个错误，或者是最高人民法院这种判决啊，那是在制造矛盾。大家还记得吧？河南有个法官，对吧？一个男的，他不是骑个3轮车跟人撞了吗？然后撞伤了，哎，双方协商愿意赔3万赔几万，结果到法院一判，法院支持给他赔9000，结果这个人怀恨在心啊，对吧？然后在那个法官家门口，对吧？那个地下车库，人家摸到那儿去了，把法官给结果了。这大家知道这个事吧？河南的这个就是典型的啊冤假错案，这个就是典型的。咱们有句话叫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你这个直接就是对照组了。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给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